想，流量与艺术从来都不是对立的，创新与坚守也从来都不是反义词。作为一名从实验中走出来的粤剧演员，能够在此时此地与大家分享我的感受，我倍感荣幸。120年的粤剧史，其实也是我们一代代粤剧人时代不呼吸的历史。我们这一代演员在现代化的学校里面，经历了严格而细致的粤剧训练和培养，在各类专业比赛中锤炼技艺，在基层的群众的检阅中积累舞台经验，在大众媒体的协助下，充成戏剧融合创造思维，在发达的社联网络上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个性。粤剧的鲜活传递到我们社会，还浓浓地保留着它沁人心脾的芬芳味道，但似乎又亟待着一场与时代的共振。这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，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，更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我想，面对这样的时代要求，我们青年粤剧工作者既要稳稳的夯实业务本领，也要积极的汲取新养分，更要大胆的去想，大胆的去做，要以过人的胆识、饱满的热情去创造属于新时代的作品，去创作贴合新时代观众审美需求的粤剧作品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这百团一直在积极的进行创新尝试，从剧目题材到表现形式，再到观与关系，都经历过或多或少的摸索。我个人也积极借助大众媒体，参与了一系列戏曲融合跨界的实验，譬如《浪姐的天命》、蛇年春晚的阶层等，也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。这些尝试也许不够完美，但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，帮助着我们积累经验，走准方向。2025年1月，在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的指导下，我们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了严爽青春粤剧大观园。它的故事是青春的，气质是青春的，演员是青春的，它的观众也是青春的。从创排之初，主创们就在努力寻找着传统戏曲当代审美的契合点。最终，我们在保持了传统影派唱腔与戏曲功法的基础上，通过对剧目音乐、舞美、多媒体、服装等元素的创新设计，打造了一场富有东方美学、典雅韵律与青春气息的视听幻梦。自首演以来，粤剧《我的大观园》吸引10万人次走进剧场，其中45岁以下的年轻观众占85%以上，累计票房超过7000万元，成为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。通过口碑与二创传播，在互联网平台上，《我的大观园》累计获得了100亿级的曝光，同时带动数亿文娱消费。我想，流量与艺术从来都不是对立的，创新与坚守也从来都不是反义词。好的作品能够带动文化效应与经济效应并行，并会在艺术之外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。2026年2月，我们带着《我的大观园》和《爱情的花园》这夫妻专场到台湾演出，收获了台湾观众的热烈反响。粤剧再一次成为了两岸同胞的温情纽带。我深知是因为身份其实，我们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。我也深知，我们唯有更加虔诚的去面对传统，才能更加大胆的去创新创造，才能够让120岁的粤剧依然充满活力，依然青春如昔。我更深知，创新与真理，鲜花与误解，永远是命运的两面。守正创新的道路上也绝对不会一帆风顺。但我想，青春的意义就是不问，迎着风暴向前。时间能够向前，今天青春的我们也终将会老去，但艺术永远会，粤剧永远年轻，因为一代代的粤剧人都无悔地将自己的青春注入了它。这是我们每一代粤剧人共同为粤剧书写的一首青春之歌。我想，我们一定会唱得越来越响。谢谢大家。